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7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斗阵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咱无本土也无死亡个案，不过伫咧境外有12例。因那最近伫咧南非已经出现新的变种病毒，指挥中心宣布讲，对11月29，也就是拜一开始，对南非等6个国家入境的人，拢着爱公费大集中检疫所，而且爱大14天，袂当用春节方案。国内本土疫情转好，不过带病入境的还真侪。指挥中心公布上新带病入境的病例基因定序的结果，佫新增加12个去挖到变种病毒 Delta 的个案，其中10例是做过2档疫苗佫去挖到的。这12例当中有2例是未接种疫苗，那另外10例的话都是有接种过1剂的胶生或是2剂的各种厂牌的疫苗，属于突破性的感染。指挥中心表示，最近南非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B.1.1.529，就有可能正做伫 Delta 病毒了后，疫情新的威胁。为这个月中到达，南非累计至少77例，波查那有4例，香港有2例。这嘛是致使南非4颗位的所在疫情搁再反扩的主要原因。因那这个新的变种病毒的特色，是集合阿法等等变种病毒的特性，包括甲病毒入去细胞有关系的突变、免疫速度的突变，就有可能安尼增加胃团的能力。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主流的病毒株哈，所以它的这个传播力是不是有明显增加的一个情形，是很多当地跟国际的病毒学家都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哈。因应南非出现新的变种病毒，指挥中心嘛宣布，为后礼拜1、29饭店开始，甲南非、波查那、纳米比亚、赖索托、史瓦蒂尼甲辛巴威等6个国家。提升做重点高风险的国家，旅客来台湾的前14天内，若是捌去过以上的国家，包括转机的人，入境是一律以公费带集中检疫所14天。后续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好，那这些都不适用7+7或10+4的春节专案。另外，第16期主疫苗的规划嘛出来啊，伊有白单敢若提供主第2档 BNT、莫德纳加 AZ， 还佫有头1档主 AZ 的人，第2档会当预约主 BNT 或者是莫德纳。预约的时间是用分配方式，预约 BNT 是后礼拜1、29早起10点开始 ，AZ 甲莫德纳是29下晡2点开始。3种预约结束的时间拢是30点到12点，注射的时程拢是12月初2至初8。指挥中心强调讲，民众若是有主头1档疫苗的需求，要是会当去合约的医疗院所来注射。记者综合报道。因那即马伫咧南非出现的新冠肺炎变种病毒，新的变异株 B.1.529，即马伫咧比利时甲香港拢已经出现病例啊！世界卫生组织昨是开会，正式甲即只病毒株号做 Omicron。So today we are announcing B11529 as a variant of concern named Omicron. Distancing, wearing of a mask, making sure that it's over your nose and mouth with clean hands, making sure you avoid crowded spaces, be in rooms where there's good ventilation, and when it's your turn, get vaccinated. 为着防止新的变异株 Omicron 继续传，英国已经宣布2月开始，对南非等6个国家的航班，旅客拢暂时袂当入境。因那美国也下令对29开始限制南非相关的旅客入台。欧盟也请成员国针对南非疫情严重的国家实施旅游限制。不过 WHO 就警告，莫因为发现新的变异株就着急限制入境。再来，咱来看体育界的好消息。咱台湾柔道选手杨永伟参加杜拜阿布达比柔道大满贯赛，昨伫咧男子60公斤级的金牌战，对着洛西亚的选手。杨永伟呢，伫咧比赛结束前的上路尾15秒，甲对方秀过肩胛头，顺利摕到金牌。这也是伊生涯头一块大满贯赛的金牌。这个拍摄甲对手压制伫涂骹，金牌战最后15秒摕到关键的半胜。咱国柔道选手杨永伟参加阿布达比柔道大满贯赛，靠这边得分摕到男子60公斤级的金牌。这是杨永伟第一遍伫咧大满贯赛摕金牌。今年杨永伟伫咧中国摕银牌了，搁伫全台湾甲全运会摕金牌。阿布达比比赛是伫中国了第一场国际赛。过去杨永伟捌伫咧大满贯赛摕过1银2铜，上好的成绩是去年杜塞道夫的银牌。
怎么这个金牌源于大满贯赛金牌的梦。看到金牌，杨永伟伫咧阿布达比大满贯赛一路过关斩将，先伫咧前2轮打败沙特阿拉伯甲乌克兰的选手，到了4强战可以招牌3角五压制英国的选手，以1分晋级金牌战，也顺利摕到金牌。杨永伟伫咧19公布的上新的世界排名，拄则排起咧60公斤级的世界第1。也是第一位到顶的台湾柔道选手，以领先第2名的俄罗斯选手无到400分，怎么伫这站摕到金牌？杨永伟的排名加积分，就当以年终世界第1，完美结束今年的赛季。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甲观众朋友斗阵现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明年正月开始，健保署会予药仔的介绍变较俗淡薄啊。治疗心血管疾病药仔介绍会落上多，估计一年健保基金通升74亿外。不过，这主要影响的是病院甲药厂产品上的支出无关系。再来看《联合报》，国内有证券公司正传出讲去互骇客攻击，有未少客户的个人资料去互偷走，提起买香港的股票。台湾证券交易所表示讲，已经接到元大甲统一证券的治安通报，因也已经向刑事局来报案。金管会是要求这2间公司定着爱甲投资人的权益保护条。来看《中国时报》。前一阵国防部长邱国正讲，这站这两岸的局势是伊这40年来上界歹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也指出，讲伫咧两岸的情势是从来唔捌亲像这阵这尔紧张。日本政府呢，今麦也继续关心台海的局势。日本外相林芳正接受访问的时阵就讲到，一旦台湾出现任何突发的事态，日本绝对会做好万全的措施，这其中包括会撤离伫咧台湾的日本公民。再来讲，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军事委员会主席高野25带团访问台湾，昨呢因先拜会退伍会，所以去看这个总统蔡英文，过程也拢全程直播。总统就宣布讲，这退伍会明年会派人自首华府。也那高野也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真坚定，相信未来美国官员来台湾访问会真做事上的代志。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25暗时，甲另外4名跨党派的众议员史罗金、欧瑞德、雅各布斯、甲梅斯17人坐行政专机到台湾访问。26早起会见总统蔡英文，这摆甲进前美国议员访问台湾格调无同。总统府公开直播，蔡英文阁宣布退伍会明年会派人上驻华府。我要跟各位访宾说，从明年1月开始，我们退伍会将会派员常驻华府，可以针对退伍军人的健康保险、优质医疗、就业辅导以及长照等方面增加更多的交流。蔡英文也讲出台美有真侪方面的合作，包含国防甲经贸方面，特别表示开放美伫政考以来，台美展开的铁法对话，展现台湾有决心解决困难的目前问题。这样强调甲美国捍卫共同的民主价值甲科学稳定。高野时佫表示对台承诺真坚定。We are here in Taiwan this week to remind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that after 2 years after two trying years that we've endured, our commitments an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for a free and secure Indo-Pacific region remain stronger than ever. 高野也表示，这是今年美国议员到台湾第3个访问团，相信未来官员访问台湾会真做常态。不过，到台湾了后，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史罗金伫推特发文表示，代表团出访的消息出来了后，伊办公室收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信息，要求取消到台湾的行程。高度71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美国议员访问台湾，强期透早就侵扰台湾空域，空军3摆广播处理。访问团阁去退伍会拜会，将对台湾后备军力提升甲改革做交流。阁去桃园虎头山创新基地，亲身体验自驾车甲参访5G设施，增强双方合作。暗时结束行程离开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家人质问的部分，交通部长王国材昨去拜会台北市长郭文铁，初步有达成共识，讲这家人质问会接到台北质问的同款单。家人市长林右昌对这件代志也表示讲真认同，认为安尼施做对整个北北基的效益是加搁较悬。交通部长王国材透早就拜访台北市长郭文铁，就家人质问伫台北市路线部分做讨论，会面1点钟，双方有高度共识。家人质问甲新北整合的适当段，要搁向西延伸，串联台北质问的同款段。在柯市长这边也希望说，我们这个系东段要延伸到东环才有它的效果，这部分交通部也支持。下个月就会定案。专业讨论很久的时间，大方向确定，那个细部幕僚还要做很多研究。家人再分规划路线整合新北市，设置民生尾，适当线了后，佫一大进展。适当线原本伫台北捷运上近的转接站是文湖线东湖站，毋过考虑东湖站详细无适合转接，台北市提出向西延伸到东环段。家人市长林右昌也支持，认为佫较有效益。柳暗花明又一村哦，然后拨云见日的感觉，可以进一步解决内湖的塞车的问题哦。那很高兴这个其实柯市长提的这个意见哦，基隆捷运跟环东线来进一步衔接，关于这一点我是支持，好，我也觉得这个对于整体的一个基隆捷运的效应也可以更高。不过，东环段这个月10日送宽屏才被要求补件，铁道局规划家人质问才伫台北市延伸宽段，应该是下一阶段。新北市的适当线目前伫综合规划审查阶段，要拼明年动工也有变数。等了20年，而且在去年我们就有共识，要快速的核定。那现在已经在交通部了，我刚刚也跟王部长沟通，王部长一定说会优先核定汐东线。汐东线动工，我初步感觉是，应该是不是那么容易啊？哈，因为他现在是在综合规划的审查的一个阶段。交通部表示，现阶段基隆捷运路线因公是定落来，大方向来看，基隆捷运沿看这是板南线延伸，地点港甲相提强固，主线向基隆，支线向民生实质，下阶段到台北捷运东环段，拢会留未来延伸空间。经费部分按照补助办法来分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日本311大地震，即阵已经满10年啊。针对福岛核能食品的问题，日本驻台代表专注台表示讲，大部分的国家拢已经取消管制啊，肯定讲福岛这一路的拍拼。因那咱的政务委员长丰也表示讲，福岛伫咧这10年来，伫媒体报道呈现上已经真无共款啊。因那长丰说落来会去参加美国民主峰会，要分享咱台湾伫咧社会创新甲民主开放的成果。辅导前进，赞。三喜是当日本大地震今年满10年，为替福岛应援，日台结合的福岛前进团邀请住伫日本的台湾少年人去福岛县内10个受灾较严重地区，留伫当地，佮透过面册报道复兴状况。最近台湾是毋是解禁核灾区食品引起讨论，日本驻台代表专注台强调，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取消管制，这是对福岛县民努力的证明。脑子里没有核试，因为科学的国际标准的判断来说，这些福岛的食品的安全信息，你们都会客观的了解的。就是实际的辅导，我们要认识。是不是呼吁台湾赶紧解禁？专注台表示，公投进程无愿意加讲，希望就是照国际标准来推动。行政院政务委员长丰2019年访问日本的时阵，捌分享食福岛起亚饼的影片，即摆也出来表达支持，是不是赞成解除限制？伊无正面回应，认为福岛已经甲10年前新闻报道的模样真无同。大家更新脑里面的情况的这个机会也变得比较少，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还是等我们两边疫情都缓和下来，那实际去看一看，我觉得是最有帮助的。长丰也要代表台湾参加美国北京主办的民主峰会，伊表示会分享开放政府、社会创新青年参加这项目，甲有志分享民主经验。另外，中国无受邀请，伊认为只要愿意落实实践民主，未来拢要有更大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反内地进口的民间团体呢，昨开记者会，表示讲已经有真侪流行病学的研究，证明讲莱克多巴胺这款成分对囡仔的大脑甲神经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不过，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说是无认同这款的讲法。伊讲呢，只要伫咧欧盟 Codex 国际标准之下，绝对袂有这种毒性的存在。神经毒性缺乏评估，缺乏评估。民间团体大发口号，呼吁政府要爱重视食肉精对人类神经系统造成的风险。莱克多巴胺它本身就是会对健康造成很多的风险，而我身为一个家庭的照顾者，我很忧虑，我们的国家没有办法再以我们健康为第一。中华基督教病院儿童药剂科医师陈建文指出，这几年新的证据显示，莱克多巴胺对动物有神经毒性，也若甲莱克多巴胺同款属于乙型受体素的科布他林对人有神经毒性。强调实验已经证实有损动儿童神经甲大脑发展的风险。已经有许多流行病学的调查证明了这个现象啊，就是特布他林可能会造成儿童的神经发展跟行为问题，包括精神疾病、认知与运动功能的影响，还有较差的学习表现。我不那样认为，如果是在那一个欧盟的 Codex 的一个标准以下的话呢，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毒性存在。有这样的一个毒性的话呢，你若安尼实在美国人囡仔唔就拢有神经性的迄个系统的问题。那农委会副主委否认食肉精影响神经系统的讲法，卫福部也表示，因过因特别评估国人食到食肉精甲残留药物的安全性。因认为台湾现在的莱克多巴胺容允量比国际要搁较严，在这个标准之下，未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记者阿明金、夏桂林台北报道。再来讲，即阵咱上新的经济预测，主计总处呢修正今年经济成长率到6.09%，是这11年来上界悬的。也预测讲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到4.15%。另外，伫咧国内疫情稳定，国发会也公布10月份的景气灯号，是代表景气正热的红灯，这也是1984年以来景气红灯维持上好上界久的一届。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的经济预测，收关台湾2021年经济成长率到6.09%，比8月份预测收关0.21%，创下将近11年新高纪录。明年经济成长率是由3.69%收关到4.15%，收关0.46百分点。因为今年疫情的影响所以明年消费明年的成长就会比较大比较大，会有5.36%。那我们的海关出口还是可以增加超过6%。另外，外界关心的通膨率，主计总处也分别预测今年跟明年消费者物价上升率，分别是1.98%甲1.61%，也是无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确实，那个通膨的压力在第4季是比前几季来的大。随着国际的那些人工原料价格，大家现在预期会慢慢跌下来嘛所以这个明年物价上涨的压力就会通膨的压力就会比较轻另外，伫新冠疫情影响渐渐缩减，国发会发布10月景气灯号，综合判断分数是39分，比顶个月增加1分，继续到代表收入的红灯，也已经连续9红，这是1984年以来国内上长的红灯期，也反映国内景气持续稳定成长。大家开始可以出去消费一些产业的管制也松绑，加上政府的一些振兴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批发、零售、餐饮业营业额这一项也是从黄红灯转成红灯。那你看它的季调后的年增率是到达13.6%，所以我觉得最主要那个灯号会增加的最主要的那个原因是来自于那个内需，还有整个销售状况的那个整个
稳定。日前台北股票市场开价走价，包括电子、金融、传产等八大类股拢是呈顺顺，尾盘个大落320点，突破月线17500点。若是中场收伫17369.39点，大落284.80点，成交金额是3539.84亿。分析师是讲，美中对立，搁加上美国联准会相关利息这个消息面，必须着台湾股票市场抬价，刷来月线是毋是走会调，会是主要观察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物价是真侪项拢起，伫咧台南卖咸水薏米的这个大头啊，就讲一碗要起10块，若无真正趁无利润。连锁的手切茶甲路边的点心，即卖也拢起。来台南这间连锁饮料店，民众爱啉的饮料边仔有广告提醒大家，后个月初开始想要啉粉薏米茶、梅仔青茶、泡热青茶、油豆青茶，这品项爱加付3块至5块。这是时势所趋吧，因为现在通膨越来越明显。喝茶喝习惯的，应该就是也只能接受啊，只能想办法自己多赚一点。业者表示，野果减产，也有芦苇粉圆这原物料，也有运输成本拢起，唔才会决定转台湾分店，平均起价幅度10%。另外，也有台南真出名的小吃咸水薏米，一寡店头也因为豆仔类实在起价，一碗薏米起5块至10块，唔拿米粉起。豆油、豆干成本也拢变贵，也做无起价，根本都无利润。很久没涨了，柴米油盐那些都涨价了。原物料都上涨了啊，连最基本的筷子、汤匙都上涨了，唯一没有上涨的就是盐，其他所有东西都上涨。原物料都涨，我觉得这没关系啊，没关系的，重点是口味没有变就好了。同款受到豆仔类食材起价业者，也有家己落炒这间平价红豆饼。过去三个红豆饼干那10块，吸引真侪人来交关。即卖同款的介绍，干来当买2个。今年原物料个物件拢一直起啊。桃园高雄这间老字号便当店也伫11月初，因为店内爱开发票，决定起5块至10块，厝价悬物价起，互民众的钱愈来愈无。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所罗门群岛当地呢，伫咧日式首都大规模反政府的示威行动正在进行。现任的总理甲这届抗争，认为讲是甲台湾断交去参中国建交有关系，而且表示有外国势力伫咧干涉。即阵澳洲政府已经派部队，希望协助当地量早恢复平静。经过2天的动乱，所罗门群岛的首都荷尼阿拉虽然恢复平静，不过街仔路还是规个烟烟火火。市区的中国城去互放火，部分的店头物件是拢互偷摕了了。一直到2日，还有几啊栋建筑物，还有当地导火庆宴。另外，一只载澳洲联邦警察甲国防军的飞机降落伫机场。澳洲政府伫接到所罗门群岛政府的请求了后，派8个人的维和部队去当地支援。未来这几个礼拜会协助当地来恢复秩序。Overnight, we have seen what started as a protest. We have seen some more indiscriminate looting and things of that nature, which is a more general civil unrest and behaviour, and we want to see that come under control. 所罗门群岛伫2019年宣布甲台湾断交，换甲中国建交，不过因上大省份马来塔省英国甲台湾关系真好，反对现任总理较亲近中国的立场，还佫要发动独立的公投。外界甲透这场抗争，和所罗门甲中国建交有关系。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指出，政府会借钱，加上欠缺责任的机制，外国人甲在地工课占了，引起民众的不满。不过现任的总理甲这个动乱，认定是外部势力的干扰。关注所罗门群岛当前事态发展，支持所罗门群岛政府止暴治乱的努力，相信在索贾瓦雷总理领导下，所政府能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和稳定。不过，这示威者反对中国的情绪是哪来哪牙悬。在抗议的过程当中，有示威者放火甲中国城的建筑物，也甲中资的机构烧了，包括华人开的店头嘛受到牵连。抗议行动也佫拖到中国驻所罗门大使馆。中国外交部讲，已经要求所罗门政府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中国公民甲相关机构的安全。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到阵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呢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较冷，雨水嘛会较高。也那气象局透早已经针对新北、
基隆北海岸约阁有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啊。不如个其他所在是多云好天，不过呢，伫后礼拜开始有锋面会通过，冷空气会落南，到时全台湾拢会比较较凉冷，提醒观众朋友着爱特别注意天气变化。所以咱到底来去看气象资料。先来看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4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伫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9度。伫东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金门、天湖、马祖15度到22、24度。未来3天的气象，咱也斗阵看一下。